虽然是嘉义消息，嘉义县番路乡这当年度假村暂时煞火烧厝，因为真济是木材建筑物，火拖了真紧。消防局有派5个分队去到现场拍火，火伫差不多经过半点钟后就拍花，无人员伤亡。度假村的头家是讲啊，导火所在是陶窑区甲卖农产品的所在，大个所在无受到影响，啊，这敢是电线小拍电引起的，还阁进一步的调查。 乌烟一里，冲起的天顶，火看起来有够炎，同时阁有听到爆炸声。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拍火，伫半点外前后拍花，初步估计受气面积差不多90几平。办公室那边啊，有存放印加果油，还有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，啵啵啵啵。 导火所在是嘉义番路乡当年度假村，当事人表示讲，导火区域是农产品，加这个陶窑区大个所在无受到影响。那我们最主要的是影响是在我们的土窑区哈，所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烤肉区跟木屋哈，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哈。 伫嘉义市区附近的度假村，以原始的茶厝啊、甲生态观光出名，内面会使烘肉、控油等等，有不少乡亲会来这享受伊的假期。因过伫年假前发生火警，这个安全性要安怎顾？好，在安全上各方面，因为那边有做一个防火躯壳，然后我们那个今天哈，我们那个鉴定完之后，就赶快用最快速的时间把现场清理哈。 这摆清明假期订房率差不多有80%，目前无人取消订房。啊，那导火原因，敢是小拍电，还是因为伤久无落雨，物件伤大有关系？就要等消防局火调科做进一步的调查。